兩位客官要啲乜嘢啊？小二，借問聲許留山點去啊？明哥哥，個小二一睇就知係老江湖。向西行100里，嗰個地下咧有個蘇蝦，轉左行3條街咁就到㗎啦。有勞小二。但我勸兩位都係不去為妙，嗰度好危險。此話何解？嗰度係宋金交界，兩國打緊仗，嗰邊好危險。而家嘅戰況如何啊？根據現場戰地報道咧，兩軍勢均力敵，單憑你哋嘅功夫咧，我恐怕你哋性命難保。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進步啊？你哋可以上旺角山拜會健身派一代宗師胡師傅，每半時辰1大兩。咁除咗跟師傅之外，仲有冇其他方法？可以去前面個萬靈堂買一排棒單，可以大大提升你哋功力。咁就夠？未夠，仲差啲咩？20個大洋。啊，唔好意思。嚇！唔緊要啊，凌哥哥，我有。我只有一個問題啊，我同你最後可唔可以平安翻嚟？我只係一個店小二，我何德何能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呢？小二嚟！如果各位大俠喜歡呢條片嘅話，麻煩分享一下，勞煩啦！